今儿何事？有叔叔，这是赛大爷来访。哦，快快有请。是。须得客气，我已不请自己。十三兄，文彬的老左小嘴啊！请坐。我早就坐下了。老左，你我多日不见，思念十深，今日相见，是小弟喜出望外。承蒙挂念，不知领导罗夫人可好？家母十分讲见，这兄夫上多好。托福托福。小菊啊，你家越来越穷了啊！穷得连啥都买不起了。家虽清贫，何以至此？既不缺啥好，又客到此，因我连茶都不进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兄真是厉害，难怪人家说的是动力出连锁。不过我这条茶啊，只有坏人，不说好人。怪你说话倒是真的忘了。今儿相公替周大爷上茶。是。慢了，我下得这里，地水未尽，非得看看，而下万一地饥我。那白菊菜与这兄同意。这就尽了秉旨之道。不过我来得匆忙，未曾带来数据土产，倒需要稍着
何举举菜了？孤家节约，何来客堂？左大爷，请。来，周兄，今日你我来过，不醉不休。不醉不休。抛却心头烦恼事，一个不喜最有事。请。周兄，这酒是何啊？哎呀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小姐啊，你我各敬3杯。3杯？好，3杯嘛，就3杯，请。小姐啊，你近来何子学起呀？此句是为，那你的婚事呢？此经刚等用，有空不在家。嗨，还没有啥了啊。哦，那定是岳老大爷因缘不饶，把你的名字都忘了。依我看啊，你还是到五台山媳妇为生死啦。哎呀，周兄休得取笑，请。小姐啊，挂句无此，你何不弹上一曲以助居心啊？好，静儿，相公，去琵琶来。是。但不知周兄细听何曲？相公，我对此道素不精通，悉听精辟啊！哦，此次说来，我是在对女儿弹琴喽。须得取笑，夸夸但来。左大爷，何不将我家相公弹上一首？啊，早就出世可好？哎，好，好，赵军出塞。好了，弹得好，弹得好，好比玉盘滚子，为是高山流水，真是弹得妙极啦！嗨，现吹啊，是现吹。小姐，回你呀！第二就义再三飞，两家红日燕子飞，花不比吧。不做脸，不养女儿，是女谁？我家相公本来就是最美人嘛。晴儿休得多言，你去举例是这样哦，你都说给我听听呀么？问定一句句，你我问定，相貌与我一不一。
十一虽上怀重病，夜上扶摇命归阴。只因家母思念深，终日花欢理不停啊，稍稍他见我非的是毛相思，就将我男扮女装骗娘亲，从此以后出了名啊，最美人算是传遍行最疼。男扮女装分不清，世事令人不可信。不是文凭哦，夸大口，你满身障碍也难分。爱妻为啥儿蒙羞？你苦管多少百美人？vì ngô lo tu rất khó难，归叫你来自先愿意。听你这说，今日爱我立在你面前看不清。我要啥来在面前看得清？哪怕在人穷之中，我将你压人。好，今夜正午元宵，假使灯火辉煌，你可管在人群之中一死那如何呢？一个地方，三月的。你好，举三月的。好，老周，你先走一步，小弟给百儿进来。哎呀，回来！小姐啊，这是你死了怎么样？呵呵，莫非老周有意当督？哎呀，不过小小动动，如心。那你要督什么？文明一不了，输了可不能拿。今日结账。好，结账就结账。老周，今晚三月台上见。小姐啊，你请做配合东道姐。回来！来！
金，118岁龙怀灯，上天十地随他跑。翻江倒海鸟语灯，梨花台上一回忆，西天取经唐僧灯，悟空三马来一门，八方情人采莲灯，大鼓齐唱四季声，渔翁得利灯，刘海西转灯，拿住拿海灯，护送大虎灯，灯连灯，灯连灯，万里转动，闹意。苏大爷，no晴儿啊，晴儿啊，3月台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这里。哎呀，这里就是3月台，这里游客人多，叫我如何认得出？哎呀哟，苏大爷，快来快来，你看那边又来了一点灯。哎呀，苏大爷，来。苏大爷，这样精彩的灯离不开，在想些什么呀？哎，晴儿啊，你家下公男扮女装，你是我周大爷认得出，还是认不出呀？依我看呀，你呀，居认得出，哎呦，认得出哟！苏大爷，我的话会不会讲完呢？你是下去。我说你呀，居认不出。胡一记得，我家相公一般女装，莫说是老夫人，苏大爷，哎呀，就是老夫人看了也认不出来。何况你苏大爷这个眼睛，又不太方便嘛。晴儿啊，你快下地去看看，既你家相公一到，马上来告诉我。苏大爷，我家相公一般女装，我也认不出来啦。晴儿啊，你跟随他多年，比我总要好些喽。你快去，你帮我认出居相公，我重重有赏。呸！谁要你来重赏？我呀，还是江西人不为，自个子带下块灯去。哎呦！晴儿爷来提醒，反而我
计呀，究竟得下先去对。我方才夸看是大话，细细思量不良人。心中不虚，国人肚里明白。你无事，衣冠楚楚手里你，不是不到花边道，18年你年纪老，送官去来银不少。他还下用官府来吓我，送官去办我不怕，倒是你男扮女装谁不晓？谁乱扮女装？非礼多于三分娘，真是年纪太也老。这样那样个俊美人，看来倒像周姥姥。什么周姥姥、王姥姥，谁认识你嘞？哎呀，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呀！好了好了，我这里谢过你了。姓我什么呀？银子100两啊？100两银子，你大丈夫得得多把得起，死必死，银必银，稀糟糊涂，快把银子拿来！你再这样，我可要叫人了。我看你呀也不会叫，这是真的叫了，我还是要你银子100两。来人，快来人呐！这是小女在哪里呀？我在水台上等你呀，快下来吧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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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怪今儿不来告我，还好，嘻嘻个娘臭嘞！
果他愈加背着我，他是小姐。喂！哎呦，白得家，白得家，真语乐以致用，必有虚华之貌。要不是我老早谁会认得他，你是一个男人。暖臣，你什么眼睛，男女都不分。还只求稳定，心中有数。你瞒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老祖。哎，这位啊，你死啦？死啦？什么死啦？呀，银子100两。啊，100两银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快让我走！走得了河上，跑不了庙，我还是要你银子100两。你，哎呀，雷神！这个人上我是暖本女郎，没有银子100两，但是我不分我罪。看他多多顺顺，绝不是好人。对我借他一点利益看看。小哥息怒，刚才是我不好，认错人了。这里灯火辉煌，分明是有一条线。对，这里灯火辉煌，分明是有一条线。走，接官去。走。这位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外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位大姐，说得有理。算了，我们关灯去。你下次再过日子，就不去上。事出原因，其为在晚，眼睛不变了。娘子，关灯去。多谢大姐加我之位。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啊，不可是此路马。是，小姐啊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我早就来了，只怕你认不出来哟。不对，以错之计，引人为凶，不可鲁莽，需加小心哦。他没有人策，带我骑上去。还没有人策，带我再骑上去。这人少几日人在衙内，他是小姐。不对，小心点，小心！哎呀，小心！他还没有人策，
老左，这东道啊，你收听了。哎呦，你这位大姐，你何不家里？我娘到哪里，你居到哪里？这究竟是何道理呀？咦，这三月的乃是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我谁不能看得吗？哎，好，你看，今夜随我这姿色多美。这姿色，哦，莫非你就是所在大名鼎鼎的做姿色做大爷呀？哎呀，小女子真是云安不识他山，失敬啊，是失敬。哎，你这位大姐是啊，做大爷。小女子家住在青楼后房，两个嘴角一炷香，弟弟开设的舞店，妇女相依故事光，只因我容貌像最相公。门中上来望你是几闻兵下宫隔壁徐大姐呀！哎呀，难怪我如此迷熟，这位啊，可没有留在我。咦，周大爷，你为什么不与这相公同来啊？他即刻就到。哦，徐大姐啊，你照今出他家之名，可见居相公男扮女装啊。哦，你说的是周相公，他男扮女装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件事嘛，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。周相公当年扮女装，是我亲手巧梳妆啊。他头上发髻与我怀，上缝之花是我插上，一脸脂粉是与我抹，两条乱眉是我画上，上下衣裙是与我穿，左右白冠是我戴上，莫说香菱神不出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辨王与王。立起亲手来传对，令人认出真模样。不是许大花海口，我要认他也是反账啊！真的呀？谁来骗你？哎呀，徐大姐呀，与你实施了吧。居下公今夜扮女装，要我多名真情说，只因我眼睛不必到，恳求大姐来帮忙。少儿
得赢了没？就给仔细琢磨呀。哎呀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我只要坐在这里，两眼一闭，就知道他来是不来了。哎呀，看不出他万有这通本领啊！哎呀，这相公他来了。他在什么地方啊？喏，就在台前。我怎么看不见啊？他已上了台阶。哎呀，我怎么还是看不见？他已走进你的身边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一个影子也没有。老总，小弟不是在这里吗？哎呀，小菊啊，你这个最美人这样哦，真是多此无愧。老总，我关拜下风，关拜下风。老总，这懂得你输了100两银子，拿来。我老夫抢人了！我老夫抢人了！走！小弟们，有挑几个美貌的姑娘，接大爷抢2个回去。大爷，来！哎呦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美人啊！自首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强抢美女，万不与我自首！你哎呦！哎呦！呀！哎呀，妹大悟空闹的妹儿呀妹，哎呦，生不出来的妹哦！大爷看中了，我们抢回去，不要你们动手。下为了姑娘，是来呀！有放了他们。是。走走去啊！美人啊，你姓什么？姓许。许什么？叫许大。这声音啊，好像是女郎文艺。家住什么地方啊？青娥坊。我有一人出来看的。由于我表兄东来。哦，那你表兄呢？哎呀，看灯最算了。哦，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乃是兵部尚书之子王天宝，号称里哪个不知才真不孝啊？姑娘不妨随我为夫，明日派人送你回去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去吧，来呀！有。不
为父。是。哎呀，我不去呀！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今儿你何事啊？我老夫都是罗家女人啊！我早就知道了。我想想过呢，早就来过了。神力！哎呀，被我老夫掐住了！哎呀，她是哪般女子？这怪他背得太下了。那就该当面说明嘛。我以为啊，他挺能审查，谁知我老夫也黑了眼睛，见你家下过，我老婆夫拉了句走。这边如是好呢。哎呀，家产岂为外人，谅他也不管。不，王老夫一场无事，要是把我家相公送到贵府去的，哎呀，是。明日我登门拜访，来他一个里应外合，管教老夫下不了台劲了，委屈。王彪，张登子。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啊，美人啊！红先生们相昂的，喂喂，吕妹子，我忙。情事是马高，细细声调谁略了？哎呦，低声一笑13位，回首一哭又怕笑。你说走进那红烧庙，四大金刚也是道哎呀，美人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美人啊，你为何见了我避而远之呢？我怕你，怕我？哎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
我不是和你一样，有眼睛，有不头，有嘴巴，有耳朵，有啥个可怕呢？人家都叫你老夫，哎呀，老夫是要吃人的呀。是哦，哪有穿着衣服的老夫啊？就是这些衣冠禽兽，可怕。哎呦，这就话到有些的野火。我老夫杀心高涨，迷心强。再问的我有心与他来开玩笑。大爷，民间女子闹出了大爷的面太夸耀。正所谓千里姻缘一大喜，铁丝两记么太凑巧，谁要得恰恰叫元宵三做月老哎，我与你从此变成鸳鸯哟，夫操夫人，哎呀乐逍遥，哎呀乐逍遥。说什么从此配成鸳鸯娘？我看你呀，老夫要变为丈妈。他也家父全是高，弟弟为官才当朝。我母亲曾然万岁来高峰，我铁宝也这样不在马风标。真是自打造进士，我就冒出。我吃的是龙冠，穿的是凤毛，吃的是高丽换的女王标。呀，是侬个可开莫语，皆是虚，今生交上了好运，好啊！大爷呀，我家地来你家高，凤凰做鸡是配不了。大爷你呀独教，天大的事情我不计较。王彪，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，大爷与许大姑娘今夜摆到成亲在去。是。哎呀，买嘞！哎呀，大爷，怎么连话都没有讲完就被当成亲啊？美人啊，你有话，那你就快讲吧。是。大爷是恩啊高，你高，情啊也高，我许他天上的心上也动摇。我表只可
我的终身早开掉。好，你找一匹狼。哦，配的人家本姓高，丈夫名字叫高。搞什么？高高得高，高得高，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呀？高得高，肉庄里面做大夫，说着这样算多样。小小杜甫后着道，我送些银子问啊是有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为什么？高得高，力气大，地呀起草，怒火上身为同道。你若比他把婚退，他对着你喉咙就一了多。好，当我懂是这样。哼，我王家四大门的高，后怕区区高的老婆。他国英雄早早门，我送他进宫去坐牢。打滚打个别子球，嚓啦啦啦啦啦，一定个裂掉不中头。归上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负一朝。从此你家在必用登天牢哎，我与你把的东到老个东到老王彪，来，吩咐下去瓜分这些白居生意，大约许大姑娘今夜别当成亲人去。是，哎，慢嘞。哎呀，大爷，我还有话。哎呦，我的红弟们，你在死里！哎呦，那女娃就快讲吧。杭州城里谁不晓，大爷的名声不太好。人人称你是王老虎，一见女人就脱了袍。看是面上新事体，我许他嫁了你就要少一靠啊！王彪啊，快从是。当我不还手，你
你生意这样好吗？啊，你不信？哦，喏，可以问王彪。王彪，你是大爷说的对吧？他也说得对，他也说的是。侬看喏，遇到是耳闻是虚，眼见为实。啊，你还是不信啊？喏，我可以当镜看。喏，哎呦，喏，哎呀，大爷，你平时的威风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女人家们就喜欢这一套，到了手，别说道理，吃是。哎呀，慢嘞！哎呀，大爷，我还有话。哎呦，你怎么有这么激动的话？别撩动，再讲话。先讲话后别打，先别打后讲话。先讲话后别打。王彪，去是。哎呀，王彪，在这里。哎呦，美人哎，女娃，那你就快讲吧。许大家境虽不好，刚上美你啥子想？大爷真要帮我讨，三件大事不能藏。三件大事，哪三件大事呀？第一件，花灯聚财拜喜剧，远亲近邻多情当。好，依你，那第二句呢？第二件啊，前夫面上多擦动，明媚正确走花轿好，也依你。那第三句呢？第三件，第三件呀，去是。今天不是王大人，生情大道要等明早。天天事情多一压力，澄清一定要得紧啊走。关键他生死大道，再开玩笑要自找好。大爷，真有什么是愿想，这个日子最不好。我舅舅是个算命人啊，其实凶人他都知道。真有什么出远门哦，半路一定要女强盗。真有什么坐牌上，海上一定要起风暴。上山要落花加上，过河要断独木桥。马田中年长把草，烧要被天后烧。生意长大又轮到，又轮到头要金库庙。
了，哎呀，成亲更是不得了，新郎是头昏眼花，手脚抽筋，不到三丈，要命送掉啊！哎呦，大爷，大爷，有这么烈啊？是有些怕人。那么一年之间呢？我之前嘛，要等明早。明早，那今夜嘛，你就送我回去呀。明早你再怕花轿来迎接我啊。好，今夜你就给西厢房再送一宵。哎呀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我怕个呀喂，别提嘛。不，现在我是你的夫人了，谁要这些下等人辈，还是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哎呀，让我回去呀！今夜你就在我妹妹房间里想结束一宵，你说这样可好？妹妹，这都委屈你了。他没来是林送的桥，杭州在你睡不消。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识姑妹，王老夫重重把婚事来做了，想不到天下是真与这盘桥，今晚相逢在今宵。先生啊，你说这样可好？哦，怕有些不便。明天你们就是姑嫂了，有什么不便呢？姑嫂王彪在上登对路，送着小姐归旅。
来了。神的啊，妹妹，哥哥，沈根半夜来此做啥儿啊？妹妹啊，有一位姑娘要向妹妹介绍一下，定他又把两家妇女抢来。鸟与我，神与家，为何要向我家说？哦哟，此事不能与妹妹说说。对，等我来批他一批。哎呀，妹妹啊，风风风才是风花灯，见一位姑娘空空地地，好生啊心。风风心中婆婆人，走上前去问原因，说是表兄妹开灯来杀杀。回家之路人不清，我要派人送他去，无奈一生路难行，因此留他只一笑，王妹妹啊，因公方便夸大应。我看你啊，怎么为上对心有点抗？不是，哎呀，妹妹啊，我这是把他抢来的，我怎么会被他到妹妹房间里向来？你是？来，啊，快去见我小姐。见过小姐，既是此，就让他留宿在此。哎呦，多谢妹妹。哥哥，睡不着，你可以下楼去了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哎呦，妹妹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规矩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。哎呀，妹妹啊，我明天一定会派人送她回去，你可千万不要让她一个人回去啊！兰香，宋大爷下楼。大爷，妹妹请。哎去，大爷，请吧。兰香，随这位姑娘大方安心。是，大姐，陪我来。
见小姐房中灯火微熄，想必他还没有安睡。唉，听他叹息什么？原来是此，最万岁，是我。你曾经欢美来杀去，是啊，只怪姑姑从中来作证，知道就好了。丽莎真心来相爱，这哪里我会有讲？哪里是对？同声传起书中心。哎呀！莫非小姐她有意于我？哎呦，妙啊！我空待世家王子他，身在两地他真知己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一层挂衣听参军，参军乃马参挂营，挂子挂姑姑不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神老子王去教我才呀，我以为王府门中一条心，有谁知沙土里面破黄金，秀英一片真情爱，我走上前去十分明。忙来，此事不可太冒失，还须当面诉真情。哎呀，谁？是我。姑娘，你还没有完噻？这我怕你怕什么？没什么地方睡不着，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姑娘，是一手怎能去得？这正好
怕我心绪不宁，也不相问噻。姑娘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岂不是要打扰了小姐？不妨事，姑娘请坐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家是哪里？小姐呀，十月不愿情不情啊，离此一月三里里，请我放开队伍边，早把家做虚荣心。我家许大年18，紫金上里配婚姻。小无人家草绿女，三王不怕难为情。啊！的春光阴曾经乃马春光阴啊，我只怕哥哥不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人啊指望去嫁何人？他想的红红一般样，可记得年轻才不随青春，他虽是在青无房，让我来当天最文笔。姑娘，姑娘啊，请我放是个好地方，你可知世上多少有名人？莫非他有意把我来打听，让我来难逃一人在生命？小姐呀，东边是个赵少女，西边是个贼将军，南边是个升天官，北边是个李大人。赵、齐、孙、李，谁是没姓这一点？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他为何不将走府里？我实有想法，难为情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要问的是哪户人家？姑娘，那赵钱胜利的后面里。哦，后面是个户外大事，前面是个陈算命，左面是个黄皮轿，右面是个黄衣裳，隔壁是个陈姑郎，这个是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
原来小姐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呀。是哪一家？你快说呀！三个有个好人家，江南才子走文兵。哎呀，对呀！江南才子走文兵，他的为人的苦之意。小姐此次关心问下来，比过就是亲。一比古，二比亲，那为何左当听来右当听？他师傅文章成全人，我爱在故儿来同伴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姑娘，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？嗨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里里外外前前后后，无一不知。那这文笔他呢？像我追文兵啊！哈？像你这文笔？不，我是我想追文兵啊！他虽是安福文章才是君，光阴大事抢不成恩心。看中上是千金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哦，谁知小姐团虚荣哦，因她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啊！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呵呵。他婚姻不成，结于恨啊！一场大病是伤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虽得下个苦是根啊！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得算是哈！啊不，得算是里有往生没有事啊？没有事。姑娘，那后来怎么样呢？那为情我不是。咦，这与你什么相关？你快说呀！追问兵火说快中啊！快中的几次同门来求亲，他几次同门来求亲，你的爹娘可答应？我弟弟一听我心欢喜，马上来推手答应。那你自己的？我啊，咋能嫁得醉公子？好比是挑眉当点在心，定下今年3月3，吹吹荡荡对过门。啊！
人人都是万里苦，我比万里苦3分。空余人与落叶水花茫，空余凡卷世事谁与民？会不该生于富贵家，管小姐不是不义人。从今儿不穿在锦绣衣，不穿在八折裙，不插花，不戴冠，不读诗书，不作文，登大金衣。老哟老，我考考弟弟，去杀空门。小姐，你为我听了我的婚事流泪呀？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。小姐，切莫为我高兴，这婚事啊有变了。这婚事有变？我昨夜下有一层，怎么姻缘不相称？你是什么？我昨夜下有一层，怎么姻缘不相称？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大家翁，这两一层往3层恩，将来夫妻是难道的，万事参照莫成亲。哎呀，真是天喜的！咦，小姐，你为我听了我的婚事不成，反倒谢天谢地起来了。莫非小姐也有爱走相公之意？小姐若是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他人传见诉衷心，可是夫人传见，我娘得为养老，真的总不是假话。好。去走相公，一定奉达。多谢小姐恩情深。啊，你谁？小生就是最本。小姐，切莫声张，切莫声张，听小生一一道来。你讲。生有十母是女小，生三生害闹盈盈。我与好友来当都，男扮女装去看花灯，只为你哥哥。
王老夫把我当作媒家人啊，强媳妇要成亲，我千言万语难脱身。他把我强留小姐的闺房内，这真是美梦姻缘天高腾。马生哥哥望天发，争取不足怕是敌，谁在外面想命运，想故事进了门，此事倘若传出去，将我今后真主人，我了起路穷出房去。要与姑姑打理，小姐慢来，小姐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去，去了反而我小姐既然爱文兵王秀英，今日归来巧相逢，也是令我与定下白头呀，也了恰你我一片心。为走文兵，飞去方山4年生，今日小为在绿台。你既是最相公，定与满不分在，何不放开世界，当年何事一事？好。
赐教。真是奇人，小弟过奖了。公子，你既真心相爱，哪里是哦，对，许给代替王子给表出信。还没有画好，你们也个个都站着了，王表你，喏，把他拖下来。是，王表，哎呦，老子在叫你们吵什么？家里死人了啊！哎呀，还不快去准备？是，快去准备。大爷，此事没有禀告老夫人，我怕。我不怕，要你怕什么？那我去发请帖。不用。那我去请小道。不用。那我去别叫。哎呦，回来，笨蛋！知道我替你不人是真心，记得我花言巧语，情绪起。人将所望之祈祷，空余长夜骗美人，待等女儿早个来。他也计策真高明，是。有人求见，大爷时髦，一概不见。苏州才知，朱子山道。啊！想让朱子山吊罪即可，定是难弄。他今日上门，定有要事劝我。就是不见。是。遇到儿来，岂能不见？西呀闭门羹，再饮下几礼。原来是书记这姿噻。哦，这下是好走往前步。巨娘。左兄光临二三，真是万分欢迎啊！欢迎！我兄真是好客之人，请问夫若挂灯结彩，为了何事啊？哦，乃是小弟大喜呀！原来是我兄结亲，哎呀，恭喜！但不知哪家千金啊？哦，
小问的是哪家千金么？是啊，坐着元宵看花灯，遇见一位美佳人，说不定是朝我下凡来，要不说是仙女下天庭，我与她一见就中情，我马上将她啊，哦请进门啊！掐进门的啊，请掐请哦，请，这位家人可得来应，就只不得真为不答应，才不拉是他跪在我面前哭一句，我还要考虑3天再成亲啦。我兄看定奉喜事，我嘴呀看定早不行啊！什么不行啊？我与爷的旧文笔，一手同影看了个花灯，正在看到高兴子，那个突然引人落纷纷啊！哭的哭来，叫的叫，原来是一张老夫草金啊，情啊，今与老夫闯进城，小弟因我为不知情啊！在老夫兄弟嘿，丢眼把我看是啊背，身在我胸膛不拉多。哎，竟将小弟逼出生，这出生个东砸西摸哟亲拉人，他因爱看见举呀文笔，大叫一声扑上去，掐了举子莫啊逃避，有人看见再出拉身，从毛到金王府门什么？跑进我家？不错啊，没有啊。与人亲爱看见。哎呀，可他话中语音，分明是在审我。不对，向我抢过多少个女人，总比弄错。哦，对，等我来问个明白。左兄啊，那老夫抢的是什么拉人？是我爷的举衙门兵，这文兵他是男子拉汉，那个老夫男女分啊不清，再怪他叫做范德祥，落了不亏送了命啊！哎呀，听他话中是有意，莫非我这外抢的是真人啊？哦，既然老夫没把居文兵掐进府来，哎，小弟告辞出门啊！少兄，为了
兄啊，昨晚你有这文兵，这可花灯。哎，是啊，你们果真是在3月台前被冲杀。是啊。哎呀，不好，我妹妹她。你妹妹怎么样？哦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哦，像季文斌这样被我兄请到你妹妹窝中去了。哎呀，小姐呀，你因我得福了。往前步。季文斌，你记清，老老太太风流神，你叫他抢到小姐归了去，你究竟成了什么心？我要承担他比杭州城，其实是他爱老夫乱枪手，家徒才子就为兵，风雨妹妹做亲谁？你负责，你说我负责好，我就到外面负责去了。哎，告辞了。哎呀，回来，张太子，张大爷，张子山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哎呀，王彪加油，王彪加油！大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是啊，天啊！大爷不要去耍哈子啊！哎呀，大爷喂！哎呦喂！哎呀，大爷喂！哎呦喂！大爷喂！快扶我到新王去！哎呀！哎呦，快扶我到小姐归了去呀！哎呀喂！大爷！
哥谁要上来，这便是何是好？当头霹雳从天降，星光下楼尽辉煌。妹妹，哎呦，哥哥，你走，大爷你好早啊！你好走。哎呀，可她这么漂亮的身材，怎么会是这种女家带呢？哦，我心想上了竹子山的洞哟。哥哥啊，请坐。好，坐。大爷请坐啊！坐。可他叫他是坐，分明是个男的。妹妹，他，哎呀，哥哥，你说话为何吞吞吐吐的？啊，妹妹啊，你可知道他是何人？对无殿的许大姑娘呀。啊，对，是的，无殿的许大姑娘啊。是你自己带他上楼来的，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呢？为何？妹妹还不知情。等我带他下楼去。啊，请我下楼。慢啊！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离她多日几天。啊，会有了，那会得了。走，请我下楼。去。哦，即使是小神却告辞了。妹妹是何人？江郎在此最稳定，所以讨少政府，还请王兄原谅。什么？且慢，妹妹，哥哥，妹妹，你好。哎呦，妹妹，妹妹。马生姑姑她不认，为非作歹太受刑，拘留本是花金的，为是王家聚拢的，莫说是三叉孩童难忍的，就是那八洞神气不用神，你不在四方进公堂，胡作非为相与暖扮女装为快不成，还要带她到闺女来。自从他的娘回来，非人出过一步门，不耐人说句话，八不知把官司赢，清白伶俐都称赞啊！生我是三真是得是得三真的贵千金，今日名声百里华，总算是跳着西湖，也许不清。兰香，请老夫人，妹妹，我都知道他是男的，我就是杀了头，也不会被他到妹妹房间里下来呀。你可是女人家名声最要紧，这就是我岂肯管手举把来，后堂清采老娘亲，分清是非把利弊，我还要细心到尽，老夫
你在家不肯守本门，话音不到起两名，岳母端上华名声，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将你。封家把用大印关出门去，东施母事无人分。哎呀，妹妈在哪里啊？母亲，孩儿啊，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孩儿啊，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你是何人？怎会在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母亲，哎呀娘哎！母亲，哎呀娘哎！哎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亲，他是暖班女长，所以姑姑将他接在女儿房中。你，哎呦，哎呀娘哎！哎呀娘哎！母亲，哎呀娘哎！母亲。一见光度怒气生，你为什么暖白女长进我府门？他不问情由，将我抢。妻子私闯贵妇门，父亲，姑姑宽身离了心，今算男女为分不清。总怪我儿一时聪，你才该当上十分明。小生总有欠债罪，一时哪里舍得亲迎？姑姑是我虎扑眼红了眼，其余犯女他不听，去错犯错是姑姑错，此事不必挂记儿。到了小弟闺房内，不识真情，又为何应讲？小生实是把真情应分，只恐怕坏了小姐好名声，将男人藏在闺房内，还是哥哥抢进门。此事实是说呀开，王夫脸面要对关情。堂上算阳开，崔氏也算比杭州人。为了不见王秀英，可怜我最文定，昨夜一笑不成罪，今日还要开公文。最文笔，真是想不到他是最文笔。当年曾来十过天，真是冤家恰
路红，倒不是离开亲他随东升，这公子清楚谁把谋？这公子，你本将来英才子，讨得文章成捷径，既为小儿来扶墙，此事我也不再更。先把送走公子出府，忙！此中昨夜被抢进门，家中必定要将我擒。今日既若回家去，家母必定要问原因，我实将真情说出来。家母今儿真做人，何尝不把真情说，欺骗那么不孝顺，做也难，留也难，请老夫人来指引。话中女娃长生意，莫非是家姑娘要去修营？我王家刚来走家底，这门亲事不相称。这公子大母，想你乃是江南才子，你暖把女长传扬出去，定为团送你的见证。我看不是也罢，送看走，慢。此事我可不是传，只恐他昨夜有人同关灯。是谁？说在家园做自杀，做自杀，抢亲之事他独自情。哎呀，母亲！提起那股子自杀，要追解开4月命，他方才已经上门来，我一直他一路正经，他定要大家小红他传来，将春事传遍杭州城。哎呀，一步为兵，一步棋，半路上杀出神妖精。母亲，这件事已闹翻天，要想谁事反不能，女儿无力我是他，就对着见到了残生。不得，妹妹，不得！曹生，你晚上去把周子山请来。那他不可以的，你就用把手那脚把他抬来。啊！哎呦！这公子才我下来。是。
周公子请我来。大叫为了何事？老夫人，好话要到，好话就请夫你让道。问父你长是谁叫来的呀？大爷，你家大爷趁你走不到了，还不快去找来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上来了。不，是刘恩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前来喝喜呀，去到花厅用茶。是。老夫人，官司奏子上来了。正说这才知周大爷到，有请。有请周大爷。王府昔日这么热闹，不开正门不肯进来。吩咐下去，他开正门。是，老夫人有令，他开正门。老夫人，开了正门，为何万事不见人？他是王府直属他里，若非走出人家，要老夫人亲自相迎。就是老身亲自相迎。是，老夫人亲自相迎了。穆大人在座，请受小侄一礼。不该，穆大人教子于佛，今日好母，生好子，好道出好面，岂能不办？他这娃儿比蘑菇的刀还要厉害，只好让他骂去。据闻燕子大名，今日相见，故名不虚传。本穆大人啊，扶朝挂灯结彩，想必是本穆大人受得自己。他明知此事，故意刁难。燕子，你读书读得多，你看这上面写的是？哦，原来是个大大的喜事。那是领罗娶亲，还是领男与归啊？都是闹出来的笑话。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是啊，故而请燕子前来，挽回这过错，弥补这过错。弥补在弥而不知，实是时机不能补，就请随风来补一下，何必用不仁大教那个把我带来？
颜色，伯母大人。只因小女王秀英太是贵重必受聘，去年女生来的亲啊，就是本身最文兵，深恐小女少家教，难攀高亲孤僻大义。伯母大人，伯母做事真英明，幸亏多年未答应。我虽与文兵只好与他的为人不足阿累。你所家邻内配与他，下了故居要不敬。好一个厉害的做子婿，好一个厉害的老夫人。我话未出口，他先自听。我先插骑兵来举身，做颜色。伯母大人，颜色不必太谦逊，最文兵为臣我知情，此在相隔1年多，老身常常记在心，千里姻缘已现前，我后悔当初不答应。今日就是来从的啊，看起颜色做媒人，做子婿这子是我啊，我总比呀公做媒人，看清颜色来成仙，此事我晓得难聪明。有李家中李夫人前来报，请到花厅用茶，还有王夫人。都请到花厅用茶。哎呀，伯母大人啊，怎么内里走红卡多西来啦？看在老身份上，请颜色帮忙一次。哼！我老夫恰亲人人爱，娶了多少女儿身，他生了多少夫妻，痛杀了多少母亲。这也是他自己作孽自己受，偏偏出家去文兵，我已经写好准备一把大，要做天边走才去陪
心，踏进了你王府的侧面身。等我把春袋提了，我再来做媒个大事情。叶子，这算单你千万不能去听。擦了纱布，挖了土，不提这紫水的身。今日给他插进去，下次再不再怀孕。从今儿老生一定见官教都为颜色一片心。叶子，看在老子份上，这算单你就不要提了。不提可以，你让我多面见见我老夫。是啊，理应请叶子当面教诲，这是他。我比天宝兄也被人抢走了。哪里是抢走了？老夫人，大爷到了，陈你都在指望查干里。还不与我吐了出来？是。哎呀，不要拖了他！拜见。老夫人，还没有萧上老道士同你过求见。这晚上什么体统轰了出去？是。哎呀，我父昔日苦尽难熬，你何让你孤道士都来了？大爷，老夫人大爷来了。进屋。曹生，还不快去见过做大爷？这手，曹生，你的家子倒不小。这手。天宝兄啊，下级不多一位，你怎么挨了这许多？我看你这只老虎啊，逼人为做梦了。你把呀夫，把呀妹，玉水海过了个光阴。不要多无须人，无用感到期待。不是你做到吃了的，可就是你父母病在少教训。心想你这个不孝子，人人笑骂哥哥恨。我劝你从此把子跨回头，你趁早天涯怕归真，你是再把人啊抢。哦，哎呀，天宝兄啊，你再无妹妹啊来讲人啊。这眼子，你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小女子是万望帮忙做主。本某大人吩咐小的只好从命，只举文禀他不肯答应，何况人也不济，无此应作。周公子他已在我府中啊，已被考虑，哪里是考虑？天宝，母亲叫周公子后堂更衣，请来见我。母亲，快去。老夫人，哎呀，本某大人。
句呀，一夜不见白来无呀。老祖休得取笑。周公子，伯母，今日做颜色为媒，将小女终身许配于你。小人不归高攀。是伯母大人，哪有将女儿许配于你？哈，既如此，公瑾不是聪明，有某大人在上，才小许一拜。也许少礼。大爷，大爷，外贸已做好。大爷，姐夫已做好。哎呀，你规模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姐夫兄啊，你何时做到底？送不送到起？快为周公子二道更衣，吴妹妹出来拜倒正亲。畜生，你还不说说早寒？伯母大人，这个在理就让我来读吧。一切由颜色所致。我表吩咐下去，一切准备停当，不巧周府。啊，奴才速去照办。是。王老夫强亲，抽枪走文兵，无奈别妹妹出名比行